再来看台电公布去年的省电成绩，拢总省18亿度的电，平均一年加省2成。希望未来会使起电前，省电效果会愈好。若针对绿电的发展，台电表示，目前上困难的是土地谈判。台电代表甲能源局代表徛伫台顶，公布讲2021年省了18亿度的电，平2021年的成绩是各加省2成。那以往是比较用制式的方式去做，那去年呢，我们有做了一个新的叫做节电智慧车，开到各个社区去，让各个社区的不管是各种年龄层，都可以很快的接触到未来这个世界的节电的方式呢，可以有更多元各种方式。台电甲能源局拢表示，为着要达成2000年净零碳排，创造能源、纯能源、新能源是3个主要的重点。绿电发展的部分，台电表示，当日拄到的主要难关是土地，省电的部分希望透过电费调整来达成。有一些土地的取得，还有就是地主跟业者之间的互信谈判上面有一些困难，所以这个部分在未来，我想也是一个必须要突破的企业节电的难关。当然他们会考量，我投资下去之后，我的成本跟回收。那现在因为电费相对比较便宜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他们的回收年限时间就会拉长。所以如果说电价做适度的反应，我们认为对于节电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。台电表示，2022年7月份起电价，一寡企业加民间就省电的作为。另外，台电估计2022年的用电量平均一年是增加0.6%左右。详细数字要来计算，2021年的部分用电量平均一年是增加4.5%。虽然用电成长率有降低，不过用电的需求也是在增加。安怎达成2000年净零目标，也是真头痛的问题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